弟兄姐妹，我们祷告会的时间已经到了，让我们预备心来到主的面前，一同来敬拜我们的上帝。让我们也透过祷告、祈求和感谢，把我们一切所需要的带到主的面前。让我们一起来唱诗，敬拜我们的主。我们来唱这首新的诗歌《摩西的祷告》。摩西的祷告，这是从出埃及记当中节录出来的经文，让我们可以透过这首诗歌，也一起跟摩西向上帝祷告。主啊，你世世代代做我们的居所，终将未曾生出，你和世界未曾造成，更不知道永远你是神。主啊，你看待前面，如因我的作业，犹如夜的片刻，你叫世人归于尘土，白天生长晚上枯干。求你指教我们数算自己的日子，使我们得着智慧的心，早晨我们报上你的慈爱，一生一世欢呼喜乐。摩西的祷告也节录在诗篇的里面，让我们也可以跟着这个祷告向上帝来呼求。主啊，你世世代代做我们的居所，终将未曾生出，一个世界未曾造成，更不知道永远你是神。主啊，你看待前面，如因我的昨天，犹如夜的片刻，你叫世人归于尘土，白天生长晚上枯干。求你指教我们数算自己的日子，使我们得着智慧的心，早晨我们报上你的慈爱，一生一世欢呼喜乐。谁晓得你怒气的权势为君，谁按着你该受的敬畏敬畏你，谁晓得你怒气的权势为君，谁按着你该受的敬畏敬畏你。求你指教我们数算自己的日子，使我们得着智慧的心，早晨我们报上你的慈爱，一生一世欢呼喜乐。
求你让我们早早饱得你的慈爱，使我们一生欢呼喜乐。愿主帮助我们，让我们不单向主献上祷告，也愿主来对我们说话。我们来唱这首诗歌，对我说话。愿上帝帮助我们，我们不单向上帝祷告，我们也听主对我们说话。没有一点的怀疑，思想着你的话语，有圣灵带领，用心聆听从你而来的声音，生活的一切忧虑全部都交给了你，有什么能够与你名相比？荣耀颂赞都属于你，主啊，求你对我说话，你的声音安慰最深的伤，你的话语带我走向前方，面对未来不用再彷徨，主啊，求你对我说话，你的应许不改变的力量，在黑夜中指引着我道路方向，我脚前的灯，路上的光。上帝的话是我们脚前的灯，路上的光。生活的一切忧虑，全部都交给了你，有什么能够与你名相比？荣耀颂赞都属于你，主啊，求你对我说话，你的声音安慰最深的伤，你的话语带我走向前方，面对未来不用再彷徨，主啊，求你对我说话，你的应许不改变的力量，在黑夜中指引着我道路方向，我脚前的灯，路上的光。感谢主，主的话是我们脚前的灯，路上的光。我们再来唱这首诗歌：耶稣，你已得胜。愿得胜的主在我们的身上显出他的荣耀。耶稣，你已得胜，他已胜过一切的黑暗，他已胜过一切的死亡，他胜过一切的困难。耶稣，你已得胜。这世上的苦难，像海浪不曾停止，拍打海岸，人们相聚离散，有没有一种约定，永远不更改？谁能告诉我生命的答案？超越了时空的祝福，永远的爱。
的君王耶稣，无罪的羔羊，为我走上十字架。耶稣已经得胜了。这世上的苦难，像海浪不曾停止，海大海岸，人们相聚离散，有没有一种约定，永远不更改？谁能告诉我生命的答案？超越了时空的祝福，永远的爱。耶稣，你胜过了世界，胜过了死亡，胜过了黑暗的权势，坐在父右边，世界的亮光，荣耀的君王耶稣，无罪的羔羊，为我走上十字架。耶稣，你胜过了世界，胜过了死亡，胜过了黑暗的权势，坐在父右边，世界的亮光，荣耀的君王耶稣，无罪的羔羊，为我走上十字，胜过了世界，胜过了死亡，胜过了黑暗的权势，坐在父右边，世界的亮光，荣耀的君王耶稣，无罪的羔羊，为我走上十字架。感谢主，十架的耶稣已经使我们胜过死亡。愿上帝来帮助我们。我们最后来唱一首台语的诗歌，主你会听。我们来唱这首诗歌，主你会听。愿主的爱充满我们，主你会听。安慰
我搁行行，最苦嘛等到我袂看得你的疼，主你听我最宝贝，不茫放下我，互我永远踮你面前，不免搁着惊。什么会难听酸？主你的疼，引出我的路，保护我，对答到永远，坚持无变化。怎么什么会难听酸？主你的疼。坚持无变卦，绝无啥物会来听煞，主你的疼。罗马书里面告诉我们说，没有什么能够叫我们与上帝的爱隔绝。愿上帝来帮助我们，我们一起来祷告。慈悲怜悯的天父，我们感谢你，让我们今天晚上能够在这里，在线上，我们在这里同心合意的祷告。虽然我们在各自不同的家庭的当中，但是我们一起在线上的祷告聚会，愿你都施恩来看顾，让我们能够在祷告当中，能够进入你心意的里面，能够摸着主你的心，并且能够知道你对我们在这个世代当中的计划跟美好。你也祝福我们的弟兄姐妹，让我们在疫情的当中看起来是捆绑的，却是在心里得释放的。谢谢主恩待我们，让我们在真理的里面得释放，在你爱中得着自由。愿上帝来帮助我们。感谢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弟兄姐妹，让我们一起来读上帝的话语。我们今天要读的是启示录第1章第9到20节。启示录第1章第9到20节，这一段的经文比较长一些，让我们一起来攻读这段的圣经。启示录1章第9节到20节，如果我们有查经祷告会的资料，请大家可以来看。启示录1章9到20节，我们先来读和合本的地方。我约翰就是你们的弟兄，和你们在耶稣的患难、国度、忍耐里一同有份，为上帝的道，并为给耶稣做的见证，曾在那名叫拔摩的海岛上。当主日，我被圣灵感动，听见我后面有大声音如吹号，说：你所看见的，当写在书上，打与以弗所、士美拿、别迦摩、推雅推拉、撒狄、菲拉铁菲、老底嘉那7个教会。我转过身来，要看是谁发声与我说话。既转过来，就看见7个金灯台，灯台中有一位好像人子，身穿长衣，直垂到脚，胸间束着金带。他的头与发皆白，如白羊毛，如雪，眼目如同火焰，脚好像在炉中锻炼光明的铜，声音如同众水的声音。他右手拿着7星，从他口中出来一把2刃的利剑，面貌如同烈日放光。我一看见，就扑倒在他脚前，像死了一样。他用右手按着我说：
不要惧怕，我是首先的，我是末后的，又是那存活的。我曾死过，现在又活了，直活到永永远远，并且拿着死亡和阴间的钥匙。所以你要把所看见的和现在的事，并将来必成的事都写出来。论到你所看见在我右手中的7星和7个金灯台的奥秘，那7星就是7个教会的使者，7灯台就是7个教会。阿们。这是和合本的地方，让我们再来读现代中文译本，方便我们来对这一段的经文更加的熟悉。我们一起来读现代中文译本，对启示录1章9到20节的地方。我是约翰，你们的弟兄，我在耶稣里跟你们分担患难，一同忍耐，也要分享他的主权。为了传扬上帝的道和耶稣所启示的真理，我曾被禁在名叫拔摩的海岛上。有一个主日，圣灵支配着我，我听见一个大声音，好像吹号的响声，在我背后向我说：把你所看见的写下来，然后把这书卷寄给以弗所、士美拿、别迦摩、推雅推拉、撒狄、非拉铁非、老底嘉7个教会。我转身要看谁在向我说话，我看见7个金灯台，灯台中间有一位像人子的站在那里，身上穿着垂到脚跟的长袍，胸前系着金带，他的头发像雪，也像羊毛一样洁白，他的眼睛像火焰那样闪耀，他的脚像经过锻炼又擦亮了的铜那样明亮，他的声音仿佛大瀑布的响声，他右手拿着7星，口中吐出一把双刃锋利的剑，他的脸像正午的阳光，我一看见就扑倒在他脚前，像死人一般。他用右手按着我说：不要怕，我是开始也是终结，我是永存者，我曾经死过，现在活着，而且要永远活着。我掌握着死亡和阴间的钥匙。你要把所看见的，无论是现在还是将来要发生的事，都写下来。你所看见在我右手中的7个星和7个金灯台，他们所象征的奥秘是这样：7颗星是7个教会的天使，7个灯台就是7个教会。阿们。愿上帝祝福他的话，还有听他话语的人。我们现在在这个3级的警戒还没有解除的时候，有许多的人可能还在需要去适应，或者是还要再去忍受一些的状况的当中。但是我们怎么样来保持在这样的一个状况里，在这样的一个还没有解封、还没有这个释放的时候，我们怎么样来保持内心当中的安定跟身心灵的这样的一个安定的这样的一个状态？那论坛报给我们有几个很好的提醒，给我们有一些的帮助，让我们能够知道怎么样在这个疫情当中，我们仍然能够有身心灵的安定。给我们有看到有一个叫做5大秘诀的地方，请我们来看一下他所提供的这样的一个资讯。第一个，促进安全。什么叫促进安全？他说，提升并且落实防疫的生活，减少不必要的外出与聚会，保持社交距离，不随意听信或转传假新闻。那特别我们现在正在读启示录，我相信有很多的人也看到，在很多转传的资料当中，好像跟很多末世也有关系，或者是包括有很多的讯息，一些让人觉得心里面害怕的，或是让人觉得不安的。愿上帝来帮助我们，让我们不去传递一些不能够确定的，或者是无法去认识或明白的一些的话语。那当然也要小心一些假的讯息，特别是有一些在讯息上面不是别人传来就是一定要接受的，请我们能够来知道怎么样来拒绝一些假的新闻跟假的消息。那第二个，我们可以找回平静。找回平静就是我们过去也许有很多的时间，我们是没有办法有安静的时刻，但是我们刚好趁着这样的时刻，可以有一些寻找安静的时候。比如说，我们可以
让自己的心灵平静的方法。比如说在这里提到说，听音乐，或是阅读、绘画、植栽，或做一些伸展运动，适度的运动等等。当然有很多人也害怕担心说，我们好像很多时候不能出去运动，其实我们还是可以做一些适度的伸展，或者是也许我们可以听一些的比较让心里平静的音乐，比如说古典音乐或是诗歌等等，让我们可以重新来找回一些的平静。第三个，我们可以来提升一些的效能。内心常常觉得无能为力或不知所措的时候，可以借由自己一些擅长的事情来重新找回自己。比如说我们可以来参与打扫的工作，也许家里面很久没有打扫，当然我们可以参与一些打扫的工作，或是我们可以一起有一些烹饪跟料理的这样的一个学习。那当然现在当然有很多人说因为在家里面要吃喝都要在家里面，所以有很多人突然间都变成厨师了。所以愿上帝来帮助我们。或许我们从来不下厨的，或许我们从来不去做一些的这样的学习的，但是刚好透过这一些机会，让我们可以有一些机会可以去学习另外一些的技能跟功课。互相的联系，这也是我们可以从这个安定身心灵当中可以去接触的一些的可以做的事情。当然现在我们没有办法实体上的这样的一个聚会，但是在疫情的当中不能见面，还是可以透过一些的通讯软体、网络视讯或者是电视，跟亲友彼此的关心跟问候，来传递爱的祝福。所以最近牧师也在跟一些小组在聚会的时候，发现有一些我们的年长者、一些的弟兄姐妹，他们过去是不会使用这些的通讯的软体或是通讯的这样的一个方式，现在他们几乎也很多人都学会了。所以互相联系，透过电话，透过一些网络上的问候，也让我们可以去有一些的互动跟联系。或许有时候有一些人是我们比较少去联系到的，刚好透过这个机会，也可以有一些机会可以谈话。最后最重要的就是要保持希望，愿上帝来帮助我们，让我们都一直能够维持着盼望。许多时候我们可能会觉得不知道还要再封多久，不晓得还有多久的时候需要去熬，但是保持着希望，保持着盼望，以正面的态度看待生活，并且展望未来，去订立一个新的目标。相信在疫情之后有一天会过去，疫情总有一天会过去，我们需要对未来要保持着这样的一个希望。所以最近牧师也常常在一些的网络上常常听到有一天会过去，这是一个很好的话语。有一天我们相信这样的一个状况会过去的，但是在过去之后，我们有什么样的一个目标跟方向，或者是我们未来要做些什么，这是我们可以去事先安排或建立的希望。愿上帝来帮助我们，让我们总是带着盼望，能够来面对前面的道路。那当然也要请弟兄姐妹在祷告的当中，我们还是要继续的为台湾来祷告，愿上帝来帮助我们，让我们虽然是在疫情的当中，虽然还在这样的一个还没有解封的状态，但是主里面平安，我们的心里面也要得着安稳。愿上帝来帮助我们。我们从上个礼拜开始，我们就进入到启示录。那当然进入到启示录是因为我们这样的一个跟着每一卷书的这样的一个查经之后，我们进入到启示录。通常启示录不太有人会去传讲这样的内容，因为并不好去解释，也不好去传说这些的内容。但是愿上帝来帮助我们，让我们读这个逐章跟逐卷的这样的来读的时候，让我们能够从这里面，我们认真的从这样的字面上面，还有告诉我们里面的一些的启示，让我们能够知道有一些有关主对我们的心意，还有在末世的时候，我们应该怎么样来认识跟了解上帝的话语。所以这里有一个很好的提醒，这个是中马田他所提到的一段话，他说基督徒是先看见最终和永恒的事，然后才回来看眼前的事情。所以看启示录，我们需要有这样的一个态度，就是我们要先看到最终跟永恒的事情的时候，然后再回来看我们的现在，因为我们已经有确据知道未来的一些的事情跟方向还有道路。
当然，我们可以从今天的经文里面看到，这个从死里复活的这一位人子，其实指的就是基督，指的就是我们所认识的耶稣。所以，基督具有神的荣耀的形象，它反映出神的一切的属性，这样彰显在基督的位格，还有基督为我们成就的工作，就是基督为我们死在十字架上，并且成就的救恩，以及我们借这些工作所领受的益处，或者是基督在我们里面的工作，让我们现在还继续在成圣的路上的这样的一个状态里。所以，透过耶稣基督，让我们现在还正在行走在上帝的路上，上帝给我们安排的这样的一个道路上面，让我们最终能够成为上帝所喜悦的圣洁的子民。愿上帝来帮助我们。虽然世界会改变，但是我们相信主永远不改变。这是圣经上面给我们看到的极大的应许。世界会改变的，一切所有都会有改变的时候，但是主仍然是不改变的。所以当我们看到在圣经里面刚刚所读的经文里面，约翰这个使徒约翰，他在听到上帝的话的时候，然后在那里他能够要把上帝的话要能够写记下来，这是上帝耶稣基督给他的这样的一个吩咐，并且他要为这样的缘故，他也许要受一些的苦。特别是这个使徒约翰，他被这个抓到拔摩海岛上去放逐，看起来好像是放逐，但是事实上却是上帝透过这样的机会，让这个使徒约翰可以在那里记述下这个启示录。所以因为遵行基督特别的吩咐而受苦，反而是一件快乐跟蒙福的事情。看起来好像是受苦，其实是蒙福的。特别我们看到在圣经里面提到有关对这个人子荣耀的人子基督的描述，当然我们更需要能够看到上帝是掌管这一切的主。上帝是灵，所以拜他的要用心灵跟诚实来拜他，这是在约翰福音第4章里面我们可以看到的。所以唯一蒙悦纳的是由信心发出的。当我们信靠上帝的时候，我们相信上帝必然掌权，甚至掌管这一切。看起来好像是这个困难的临到，或者是灾难的来到，但是却充满着上帝的旨意跟安排。特别我们在今天看到这个书信里面有提到要写信给7个教会，那我们要看到教会是什么。在这里我们会看到一个事情，这个华特斯这个人他说，教会是神所创立和统治的团体。所以这个团体当然是人的团体，但是这个团体不一样的地方，跟世上的团体不一样的地方是，它是上帝所创立的，而且是上帝来统治的这样的一个团体。所以耶稣在我们的教会里面，他是统管万有的，他是治理这个教会的头，他是治理这个教会的主，而不是哪一个人。愿上帝来帮助我们，让我们看到教会是上帝所创立的、所设立的这样的一个团体跟群体。当然，教会不是只是一个团体跟群体在那里聚会，它有一个更重要的任务，是要在世人的眼前来见证这个看不见的王权。所以上帝掌权掌管一切的万有。在圣经上面，刚刚我们所读的经文里面，耶稣说他掌管了死亡跟阴间的钥匙。所以我们看到教会的任务，就是要在世人的眼前来见证这个看不见的王权。虽然我们现在好像没有看见，但是透过教会在这个地方的设立，我们就可以看到上帝掌权在这个地方。所以今天我们所读的经文里面有提到有7个教会。那如果我们从 PPT 里面，我们就可以看到，从投影片里面可以看到这7个教会的分布。这个是现在的一个地图。那这7个教会大概大致上的一个地方都在这个地方。这里就是现在的大概土耳其的这个地方现在的位置。那在土耳其这个国家里面，大概这个7个教会都在这个地方。所以这个是地图，让大家可以去了解，原来在启示录里面所提到的这7个教会都在这个土耳其这个地方。然后拔摩海岛就在这个下方的地方，这里是拔摩海岛。所以我们可以看到，透过使徒约翰被放逐在这个地方，但是他却有机会能够向这7个教会来说话。所以愿上帝来帮助我们，看起来好像是被捆绑的，其实是能够做得更多更
伟大的工作，上帝掌权在这个当中，所以看起来好像是这个使徒约翰被绑在这个拔摩海岛上面，但是他却能够向这7个教会来说话。所以上帝所做的一切都必存到永远，看起来好像人不能做什么，但是上帝仍然掌权在人的当中，所以他要我们在他面前存着敬畏的心。特别我们看到这几个教会，上帝要对他们说话，透过使徒约翰写的书信，上帝要对这7个教会有提醒跟启示。所以愿上帝来帮助我们，我们是否现在仍然去看到跟听到上帝对我们教会的提醒跟说话。所以凯文·迪昂这个牧师他这样讲，他说敬畏神就是聆听、相信并服从神的话语，然后不敬畏神就是听完了神的话语之后不把它放在心上。愿上帝来帮助我们，让我们能够敬畏上帝，就是聆听、相信并且服从上帝的话，而不是把它听完之后不放在心上。所以敬畏与不敬畏的差别就在这个地方。愿上帝来帮助我们，当我们每个礼拜来做礼拜，来听上帝的话语的时候，我们是否是聆听、相信并且服从上帝的话，或者是我们听完之后而没有把它放在心上。当然这个世界相当的混乱，有很多的声音会来搅扰跟混乱我们，但是这个世界再怎么样混乱，都不要忘记上帝才是掌管历史的主。所以愿上帝来帮助我们，即使看起来好像是不顺利的情况，仍然在上帝的掌权当中。所以主最后必然带领我们进入他的荣耀里面。所以启示录里面要让我们看到，最终我们要进入到的这个团体，我们的信仰团体要进入到的地方，就是上帝的荣耀里。所以启示录要让我们看到的，不是只有看到一个终末世界的末了，然后会发生什么样的事情，而是上帝要带领这个教会，带领信他的人，要进入到神的荣耀里面。愿上帝来帮助我们，让我们能够透过今天的经文，能够看到上帝对我们说话。所以今天的经文里面有几个地方让我们可以学习的。第一个，看起来是约翰写信给7个教会，但是却是主耶稣要给7个教会的信息。这个在我们下一周的祷告会当中，我们就可以看到这里面的经文。在第9节到16节的地方，我们就可以看到耶稣要写给这7个教会的讯息。所以主耶稣虽然离开世界到父那里去，但是他仍然顾念他的教会，所以他仍然在他的教会当中，他仍然掌管他的教会。7个教会在当时出来的教会中也是指标性的教会，信息也是透过这7个教会对众教会的说话。所以看起来好像是对这7个教会说话，其实也是对我们现在的众教会在说话的。第二个，我们可以在看到以色列人传统当中，他们认为人是不能够跟上帝见面的，所以直接跟上帝面对面必须是会失去生命的，会死亡的，因为上帝是圣洁的。所以使徒约翰看到人子的时候，看到上帝的形象的时候，看到人子的形象的时候，就知道这是上帝显现。所以他形容说自己好像是死了一样。17节到19节的地方，我们可以看到使徒约翰在人子的面前，好像一个不能动的一个死掉的人一样。这个形象的人子是约翰所要记录、所要写下来的，并且这个上帝形象的人子要约翰将所看见的和他所吩咐的都要写下来，都要记录下来。所以人子耶稣给这个使徒约翰的使命，就是要将他所看见的现在的事跟将来的事都要做一些的记录。第三个，我们可以看到启示录中的物件都有其象征的意义，特别人子基督在这里解释了这些的象征性的意义。这里有提到有7个金灯台跟7个星，所以7个金灯台跟这个7个星都有它的用意在这里面。所以从经文里面我们可以看到，在20节的地方，主耶稣自己来启示这个7个金灯台跟7个星的意思。7个金灯台指的就是这7个教会，而7个星指的是7个教会的使者。
那当然也有圣经学者说这是7个教会的领袖或长老，那也有人说是7个教会的天使。无论是指的是长老或是天使，都代表他们在这个教会里面是有权柄的。所以这7封的信，不但是要写给这些的教会，也要写给这7个教会的领袖，让他们能够提醒，并且能够知道上帝对这7个教会的心意是什么。所以愿上帝来帮助我们，让我们透过今天的经文，我们可以更多来了解跟认识上帝对教会的心意。愿上帝来帮助我们。好，那如果我们知道今天所看完的经文的时候，我们也对这里面有一些的了解跟认识之后，我们要开始进入我们的祷告。我们祷告会最重要的事情就是要祷告，并且要祷告到上帝的心意。所以请弟兄姐妹，我们一起要来预备心来祷告。刚刚我们看到中马田这位医师他提到的这样的事情，基督徒是要先看到终末跟末了的事情之后，再回来看现在的世界。所以愿上帝来帮助我们，让我们能够知道未来的时候，我们也要知道现在所要发生并且我们要关心的事项。好，第一个我们来看到教会消息的地方，请大家来看教会事工报告跟肢体消息的地方。第一个我们在主日这一周的主日，我们是圣灵降临节的第8主日。那请弟兄姐妹也预备心，我们一样在线上来做聚会。那7月26号是这个我们的3级警戒的这样的一个延长的时期，所以请弟兄姐妹还是要按照我们的这样的一个政府的规定，室内不要超过5个人，那室外不超过10个人。所以请弟兄姐妹我们按照规定来。然后周间的当中，当然如果没有超过这样的一个人数的时候，或是需要有办理一些事项的时候也请提前来跟办公室这边来联系跟联络。那下一周7月25号是由蔡义文牧师来做分享，所以我们请为义文牧师在我们当中来分享信息来祷告也请为我们的教会在收支上面，还有我们的执事的一些的决策跟决议上面，能够来关心跟祷告，特别要为我们当中的执事们祷告。在这个疫情的当中，期待我们的同工，我们的这些的教会的同工都是身体强壮健康的。那我们也为我们在线上有聚会的小组求上帝来帮助，让我们能够持续在线上，我们都能够有这样的聚会，彼此问候、关心、祷告跟劝勉。那我们也为着我们每一天都能够接收到这个每日灵修的这样的一个短片来祷告我们的牧者们都很专心的来制作这些的短片。那请弟兄姐妹不单是转传，并且能够来收看，而且来跟着这个每一天都能够来诗歌、来敬拜，还有我们能够来聆听上帝的话语。那我们也因为疫情的影响，所以我们请弟兄姐妹来关心我们自己的家庭当中的儿童跟青少年，所以请为我们家中的儿童跟青少年来祷告。特别我们的教会的儿童主日学也要为我们的儿童来预备这个线上的儿童主日学，所以请家长的弟兄姐妹能够来关心儿童的事工，并且为儿童事工来祷告。那我们的制服学院这样的一个部分的课程要采线上的课程，请按照这个制服学院的这个安排，然后我们的社区干事会做一些的安排分配给我们的线上的上课。那如果解封之后，或者我们也可以有实体的这样的一个上课的课程。那我们的神学院下个学期要开新约的导论，所以请弟兄姐妹如果愿意能够来学习跟上这样的新约导论的话，那我们请弟兄姐妹也能够来报名，并且在9月12号以前要来完成这样的缴费。然后我们的每天的读经计划，我们的第2个阶段也已经正在执行，也快要已经执行一半了所以请弟兄姐妹也继续的来这样的每天的阅读跟持续的来祷告。那我们的聚会，期待上帝给我们能够增加我们的聚会的人数，不单是在质的方面增长，也在量的上面增长。求上帝给我们加添我们的得救的人，期待我们今年上帝给我们有200人在我们当中可以一起来聚会。那8月8号我们的父亲节的见证会，
那我们期待我们当中当父亲的，或是成为父亲的人，让我们能够不管是我们在什么年龄层阶段的时候，我们都能够来分享，有机会来分享我们的育儿经验或者是能够来分享上帝的爱在我们身上的如何教导我们成为一个父亲，愿上帝来祝福我们，让我们能够成为像天父一样有爱的父亲，能够来爱我们的家人的孩子。愿上帝来帮助，所以请弟兄姐妹来为我们的父亲节见证会来线上祷告。那我们就一起来为这12项的内容，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感谢你，主我们为着我们的教会来向你线上祷告。主特别我们要为着我们在这样的疫情的当中，我们没有办法实体的聚会，但是主我们的弟兄姐妹仍然在线上，我们同心合意的在那里祷告祈求，愿你也恩待我们，让我们在这里的祷告都蒙你的垂听。主我们在线上的祷告祈求聚会都是能够按照主你的心意，并且我们能够不忘记，能够来关心我们的弟兄姐妹，常常为我们的弟兄姐妹来关心祷告。主我们也为着我们期待能够在7月26号以后能够有这样的解封的状态，让教会能够恢复实体的聚会，让的儿女都能够回到主你的教会里面来。所以我们愿你来恩待帮助，保守我们的弟兄姐妹在疫情的当中，我们的身心灵都强壮健康，坚固我们的信心。主我们也为着我们在7月25号我们的义文牧师要来分享信息，愿你恩待我们的义文牧师的分享，让他所分享的信息能够对我们弟兄姐妹都有帮助有益处。主我们的教会的执事，还有我们的这个收支状况，主你都知道，愿你恩待我们，让我们的执事们都有健康的身心灵，并且我们所做的决定决策都能够对你的教会有益处有帮助。主我们也为着我们的教会的收支状况来向你献上感谢，谢谢你让我们能够有够用的恩典，也帮助我们，让我们能够来时刻来关心这些有需要的地方，照着你的心意来使用主你所给我们的这些的金钱。主你也恩待我们，让我们在教会里面的许多的小组都能够有正常的线上的聚会，愿你恩待我们，让我们的线上的聚会都能够满足你的心意，并且让我们能够在线上，我们不但有这些的唱诗祷告，还有读经的这样的一个这些的程序，并且让我们弟兄姐妹更多的彼此关顾，互相的关心跟带导，让我们的弟兄姐妹能够在小组里面，在线上的小组，我们也彼此关心跟祷告。我们也为着我们的高雄区的牧者，还有台南区的牧者，我们每一天的每日灵粮的灵修的短片，愿你恩待我们，让我们所拍的短片灵修的这样的课程，都能够对我们弟兄姐妹能够来得益处的帮助，并且让我们所看的、所吸收的都能够使人得帮助，使人来带领我们，让我们自己也受益，并且能够来帮助弟兄姐妹在每一天的灵命的成长。也带领我们的弟兄姐妹，特别在家庭当中有许多的儿童他们还没有办法来实体的聚会，有愿你恩待我们当中的这些的儿童跟青少年，让他们在线上的这样的一个儿童主日学，还是青少年主日学都能够持续不断的来进行，并且你的话也进入到这些儿童们的心中，让他们从小就走在正确的路上，到长大都不忘记。主我们也为着我们的春季制服艺人学院的班来进行，来向你线上祷告。主愿你恩待我们当中有一些的线上的教学必须要采用线上的方式，主愿你看顾，也让这些教学的老师他们有智慧聪明，能够来带领这些的学员，并且也帮助我们愿意耐心等候的这些的学员，他们也能够在时间到之后能够有机会能够来上实体的聚会或是来学习。主你也恩待我们在下学期的这样的一个新约导论，施恩来看顾我们的神学院的这样的延伸课程，让我们的新的这样的学习，还有我们的新约的课程，主我们不单能够对你的话更多的认识跟了解，并且我们也能够照着你的话来行走在你的道路当中。愿你恩待我们，也看顾这些愿意能够来学习跟效法主的弟兄姐妹，他们能够来更多的从你的话语当中得帮助。我们也为着我们的爱读经计划来线上祷告，让我们的读经计划能够更加的坚定跟稳固。特别我们每一天都领受你的话在我们的心里，愿你的话做我们的帮助和力量。主我们也为着我们能够在今年
主你把得救的人加添在我们的教会里面，让我们的荣光堂能够满有主你的荣光。不单我们要在质的上面有增长，也给我们在量的上面有增长，好让许多的人在这个时代里面，许多内心空虚寂寞，或者是没有办法，有很多的有问题，并且不知道应该往哪里去的主啊，都能够有方向跟目标。因着我们的教会能够带来盼望，带来帮助，让许多人得益处。谢谢主，也为着我们在8月8号父亲节的见证会来向你献上祷告，带领我们教会里面这些父亲们，他们能够来讲述主你的爱，并且他们怎么样来教养自己的孩子，使他们能够来学习效法主。愿你恩待，让这些的父亲都能够来帮助他们的儿女能够健康蒙恩。主啊，谢谢你，赞美你。弟兄姐妹，我们接下来再为着我们的这个信友祷告的意向来献上祷告。我们为着我们的这个关心的国际上面的一些的事项来祷告。我们为着土库曼这个国家来献上祷告，这是在中亚的一个国家，愿上帝来帮助，让这个国家能够蒙恩。特别中亚也是一个常常会有烟硝味的战争的地方，愿上帝来帮助，让这个国家也蒙恩，有这个宣教士或是基督徒在那里能够来帮助当地的宣教工作。我们也为着中区的教会，为嘉义卫理堂林天福牧师来献上祷告，愿主帮助，让嘉义卫理堂奉献充足，当地的教会能够更加得人，传道的同工身心健康。我们为他们来祷告。我们也为行政首长、台湾的行政首长、政府官员为他们来祷告，求主给他们智慧聪明，能够来执掌这些的政权，并且能够制定好的政策来帮助台湾的百姓。我们也为着台湾的儿童跟青少年能够受好的知识教育跟品格教育来献上祷告。最后，我们也为着在第一线防疫的医疗人员还有军警人员，我们也为他们来祷告，愿主帮助，让他们工作都能够顺利。我们一起来为这几项的内容来祷告。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为着我们的关心的国际的一些的国家，还有我们所知道的一些离我们也许有一些的远，或者是我们没有办法去到的这些的地方，我们向你献上祷告，带领许多的国家能够有机会能够认识主你的福音，因为福音还没有遍传在全地上。主，我们为着中亚的国家，为着土库曼这个国家来献上祷告，愿你恩待这个国家蒙恩，并且让基督的信仰能够进到这个国家的里面，让百姓能够更加认识主你的恩典。谢谢主，也让这个百姓能够蒙恩。我们也为着我们在中区的教会，为嘉义卫理堂林天福牧师来献上祷告，愿你恩待这个教会，并且弟兄姐妹能够跟林牧师一同来更加的得人，并且能够将福音传递在嘉义这个地方，愿你来恩待嘉义这个教会。主啊，也为着我们的台湾的行政首长跟政府官员，主，我们为他们来献上祷告。主啊，愿他们能够秉公行义，做正确的决定，能够来帮助我们的百姓蒙恩，并且他们所做的规划，包括这些的疫苗政策，或者是我们的县市的这样的一个建设规划，都能够使百姓得益处得帮助。主，我们也为着我们在台湾的儿童跟青少年来向你献上祷告，带领我们的儿童跟青少年未来的世代里面，主，你要使用他们来为你做美好的见证。愿你是施恩来带领，让我们的儿童跟青少年他们都有美好的品格教育跟知识教育来造就他们。主，我们也为着在第一线防疫的医疗人员还有军警人员，主，我们为他们来献上祷告，愿你帮助我们在第一线工作的这些的医生护士，或者是公卫人员，或者是这些在第一线来协助的这些的军人警察，主啊，愿你都帮助他们，让他们能够来帮助地方的百姓，还有这个国家的人民都能够蒙恩。希然来看顾这些第一线的工作的人员，他们都能够身心健康。谢谢主，赞美你，哈利路亚。弟兄姐妹，最后我们要为着肢体的消息来献上祷告。那因为各自的问题，所以我们就不提他们的名字在公开的地方。那请弟兄姐妹能够透过我们的教会的事工报告，还有肢体消息的内容里面，我们等一下结束之后，我们继续的为他们来祷告。所以请弟兄姐妹在我们等一下祷告结束的时候，请弟兄姐妹也继续的提名，为这些的弟兄姐妹来献上祷告。我们一起来祷告。
慈悲怜悯的天父，我们感谢你，为着我们当中的弟兄姐妹向你献上祷告，让他们能够在疫情的当中也能够大得平安。特别为着我们在身体上软弱需要你特别看顾的这些的弟兄姐妹，我们为他们来祷告，让他们身体恢复强壮健康，并且我们也期待弟兄姐妹他们能够在施打疫苗的过程当中都能够有平安。感谢主垂听我们的祷告，带领我们在你的里面蒙恩，保守我们弟兄姐妹常常在祷告的里面来经历你，来得着你。谢谢主垂听我们的祷告，愿荣耀归给主，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